游山玩水来到嘉楼水，作者苏彦德。屏东县满洲乡港口村的嘉楼水海边，拢是奇形怪石，有闲的时会当去看卖咧，去观察嘉楼水的十二景，就是足有特色的12粒石头。嘉乐水原本叫做嘉楼水，在地人到现处时，还阁讲嘉楼水，意思是山顶有水流落来，亲像水对山顶拍交楼。休困的时，我足爱去台湾逐所在行行踅踅咧。伫2005年8月26日，我去垦丁国家公园的龙盘草坪、嘉楼水、恒春东西南北门、旧山，互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嘉楼水12粒奇形怪状的石头。我足爱伫旅行的时，甲看到的情景写落来。嘉楼水这12粒石头，正做我写诗的题材，请大家做伙来欣赏。第一，落梨石，落梨涂骹白，爬过田花，爬过溪，虽往身躯有较细，艰辛守护这片地。第二，水鸡石，水鸡咕咕叫，逐工拢伫田里歇，请你毋通甲我钓，我会唱歌甲演熟。第三，兔仔石，兔仔真古锥，青草菜头踢入喙，天性奇景，有智慧，看着目翕敢若鬼。第四，军舰石，军舰真大台，逐工固守伫大海，敌人若敢越国界，炮弹无情开杀界。第五，獐子石，獐子皮粗粗，目睭落搁凸凸，奇形怪状大腹肚，毋惊透风甲落雨。第六，台湾石，台湾好所在，东西南北拢是海，玉山天顶看云彩 ，Formosa 人爱。第七，狮子石，狮子倒海边，四骹直直翘上天，活咧的时好上市，死去的时心哀悲。第八，海狮石，海狮毋是狮，行路的时真可爱，互人看甲笑嗨嗨。伊的故乡伫大海。第九，犀牛石，犀牛有发觉，起歹的时爱相逐。犀牛伊是近视目，伊咧观察靠听觉。第十，观音石，观音徛海边，请你甲阮斗保庇，快乐去掠鱼，平安倒转去。第11，山猪石，山猪有卜牙，山内生活过人世，无来互人掠去卖，命运坎坷心怨切。第12，人面石，人面有够成，目睭大粒阁有形，嘴仔开歪一边，员工人客到遮停。以上就是嘉楼水海边足有名的12粒石头，请恁有闲会当去参观。